美国在北京冬奥会前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本国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在奥运会期间受到通过技术手段实施的监控。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为避免遭中国政府监控，美国奥委会建议美国运动员不要带自己的手机参加北京冬奥会，建议运动员使用抛弃式手机，并随时留意网络安全。当地时间1月17日下午，位于巴黎的法国议会大楼里举行了第2次关于认定维吾尔族种族灭绝法案听证会。此次听证会由欧洲维吾尔学院主办，法国社会党协办，并邀请了议会各党派代表，集中营幸存者。法国国民议会今天开始审议旨在承认中国对维吾尔族的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议案。这项议案由社会党发起，旨在敦促政府采取明确立场。据亚洲新闻网报道，中国正在改变其战略，以证明其对南海的领土主张是正当的。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塞夫丁·阿卜杜拉指出，北京现在更多的谈论四沙，而不是传统的九段线。根据阿卜杜拉的说法，四沙法律理论比九段线更阴险，这是基于中国在南海4个群岛上推进的历史权利：南沙、西沙、普拉塔斯和中沙群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19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布林肯分别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和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见。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言表示，感谢美国积极参与推动乌东部局势缓和，给予乌克兰有效的政治与安全支持。应日本维吾尔协会邀请，日本东京著名记者佐仓良子参加于15日举行的维吾尔种族灭绝听证会。他在题为《日本应如何对待维吾尔族大屠杀》的报告中强调，日本政府需要立即通过一项谴责中国的决议。会议上，6名维吾尔人在就维吾尔人以及其他集中营的父母和亲属目前的困境作证。1月15日的活动有近300人参加，其中包括日本众议院议员、县和市议会议员。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就最近的分歧和对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一些攻击发表了声明。声明中说，维吾尔人在东突厥散生活了好几个世纪，是这片土地的原始所有者。声明还表示，维吾尔人不是所谓的原住民。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从未采取行动将维吾尔人纳入这一类别。声明称，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从未也永远不会将维吾尔人列入原住民名单。这个问题从未出现在我们国会的议程上，至今为止也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正式讨论。